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平安，圣诞快乐！愿上帝祝福咱大家会当更较亲近咱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咱要开始来看今仔日安怎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以前，咱先来看一个短短的影片。My son copies everything I do. Oh, shit. Oh, shit. Tomado. 真新鲜吼！咱来开始吼。我想伫在座的兄弟吼姊妹，大多数拢是一年的基督徒。咱每时读圣经，向上帝祈祷，每礼拜日一定到教会来敬拜上帝，也伫教会服侍、自愿奉献。咱安尼做是毋是有够资格叫做一个忠实的基督徒？或者敢若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，有其名无其实？拄仔咱看到即个电影的底片，一个细汉仔要努力做大人所做的动作，是遐尔啊困难。咱身为基督徒，也会当成做一个忠实的基督徒。也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。咱有无学着主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，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，遵守伊的教导，结出伊要咱结出的果子？今仔咱就来仔细思考这个问题，深入认识耶稣，了解耶稣的心思意念。安怎做一个忠实的基督徒？咱要做耶稣的门徒，咱就应该真正认识耶稣。首先，咱要知影耶稣是啥物人，有啥物特别，咱为什么甘心乐意做耶稣的门徒？相信伊跟对伊有啥物好处？安怎跟对伊？咱认识耶稣是咱的救主，但是伊是怎样的一个救主？伊的性格、伊的爱恶、伊的关联是安怎听人的祈祷，安怎试验人的信心，安怎用爱心来造就人。咱将心要跟对伊，就爱深入的认识，这位是什么款的救主？耶稣是三位一体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上帝的第二位嘅圣子。伊是神，圣经的见证安尼讲，道成肉身，徛伫咱的中间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。咱也见过伊的阳光，是被独生子的阳光。耶稣受洗。对水来爬起来时阵，天忽然为伊开了，伊就看见神的灵
亲像钱啊降落伫伊的身上，从天顶有声音安尼讲：“这是我的爱囝，我所欢喜。”使徒多马安尼讲：“我的主，我的神。”耶稣对伊安尼讲：“你因看见了我才信，迄个无看到我的就信的有福气啦。”耶稣也自认伊是神，耶稣一个是实实在在的上帝。耶稣也是一个人，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。2000多年前，耶稣生伫中东一个叫伯利恒的所在，伊伫小城加利利的拿撒勒长大，老母叫做玛利亚。伊人看来伊是约瑟的囝，伊也有几个小弟甲小妹。伊和咱共款，伫母腹中有10个月，相款有一个成长的过程。有枵有饿，有希望有厌恶，面对试探甲诱惑，经历痛苦甲挣扎，总是伊甲咱无相款，拢是相款。除了一项无以外，就是伊无罪，因为伊的根源是永生的神，圣灵借着动物怀孕而生，所以经常称伊叫做人子。耶稣是一个人，伊经验到人类的限制，亲像饥饿、野心、无知、爱靠、被试探、苦难、挣扎，甲十字架的苦难。希伯来书安尼讲，正因为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。和咱相款经历过人所会造物的试炼，所以会当着咱无见试炼的时阵，伊会当以同情甲体谅咱，在圣父面前为咱来代求，并且帮助咱胜过试炼。这是耶稣是神，耶稣是人。所以耶稣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。这是有一点仔歹接受的代志。使徒保罗安尼伫罗马书第1章第2节、第3节安尼讲：，这个福音是神从前即众先知伫圣经上所应允的，论到伊的囝儿，我主耶稣基督。按肉体讲是从大笔后下生的，是人。耶稣的人生是有限的。按圣神的灵讲，因从死来过活，伊大灵显明是神的囝儿。耶稣的神性是无限的。耶稣的神性甲人性，因为耶稣基督有完全的神性。所以，伊会当做各种新者奇事，解明上帝国的各种真理甲奥妙。也因为伊具有完全的人性，才会当为人类的罪受苦，被钉十字架上，来为人类赎罪，成全了上帝公义甲慈爱。主耶稣当时是完全的神性，完全的人性。这个奥妙，敢会当靠信心来相信，超越理性、逻辑的推理，这是咱信仰的核心。耶稣不但是神，不但是人，耶稣也是救赎主基督。基督就是救赎主的意思。上帝伫咱先祖阿当犯罪坠落之后，就借着众先知伫旧约圣经中应允，上帝为人预备了救主基督，以降生为担当人的罪而死，第3日复活。约翰福音第20章31节安尼讲：
但记者的代志是要叫恁相信耶稣是基督，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囝儿，并且叫恁信了伊，就会当因伊的名得生命。那么，这个真实的人，也是真实的神基督耶稣，安怎来救人脱离罪恶甲死亡的势力，带出咱黑暗入光明呢？圣经讲，神透过耶稣基督为咱死，并且搁我来拯救咱。神知影人无法家己承担罪的刑罚，就找伊的囝儿耶稣基督成做人，为咱承受咱的罪的一切后果，就是咱当受的神的震怒、救助、刑罚甲死亡。所以咱知影。耶稣是神，耶稣也是人，耶稣也是基督。咱今仔日看讲，为什么要信耶稣基督？咱相信人的罪性是生来就有，世间的人拢是罪人。耶稣是基督，是世间罪人的救赎主。咱相信耶稣乃在地球今生。这世人的平安，更较重要的是来世的永生。敢若耶稣会当赐予咱真正的平安，也敢若耶稣会当带咱去天国。信耶稣基督离开罪恶，这世人得到平安。耶稣有安尼讲：我将我的平安赐予恁，我所赐的无像世间人所赐的。恁心内毋通忧愁，也毋通惊。耶稣搁再讲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会当到这个所在来，我就互因得到安息。俗语讲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古人也安尼讲，冰山中的盗贼容易，伫心中的贼困难。一旦染成的恶习，毋是人力所会当除去的。但如果神的灵一旦在伊身上做工，人因为困难的代志，也是不知不觉中消除，因为在人有所不能，在神却是什么代志拢会当做。信耶稣基督就无定罪。就得永生。圣经甲咱讲，人的归社有两条路，一条是永生去天国，一条是永恒。什么人会当带咱去永生的天国呢？只有耶稣基督。伫马太福音第4章17节安尼讲，耶稣讲：天国近了，恁着应当悔改。咱爱悔改，因为咱拢是被罪捆绑，伫活伫黑暗中的罪人心内无光，咱的罪互咱无法进入神光明的国度。主耶稣本身也安尼讲过：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无照着我，无人会当到天父迄个所在去。伊搁再讲：恁若无信我是基督，恁若无信我是基督，必爱死伫罪中。所以咱知耶稣会带互咱这世人的平安，甲来世的永生。相信耶稣是基督，是救主，咱愿意做伊的门徒来跟对伊。要做耶稣的门徒，第一件事，就爱先对圣灵的重视。若无圣灵的重视，伊就毋是基督徒。重生就是生命的改变，就是搁再生一遍。对母亲生出来是第一遍，搁再生一遍就是将圣灵来生。为什么爱搁再生一遍呢？因为咱的灵命已经死了，咱的始祖亚当甲夏娃违背上帝的命令，食了禁果，
所以灵命就死了，因为后下的灵命拢死了。人得圣灵的重生，死的灵命会当被救活，会当甲圣灵沟通。一个人甲上帝建立一种新的关系，上帝会接纳重生的人做家己的儿女。人经圣殿、圣灵的重生，就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。所以第一项代志，咱都爱做伊的门徒，都爱重生。咱来讲，军队主耶稣基督真正的意义是安怎？真正军队耶稣基督意味着耶稣已经做咱的一切，咱的一切。咱爱耶稣，赢过爱一切，愿意为伊的缘故卸下一切，包括下己。唯有耶稣伫马太福音14章26节到27节，甲咱安尼讲。到我这个所在来，若无爱我，赢过爱家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姊妹甲性命，就袂当做我的门徒。凡若无举着家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袂当做我的门徒。真实的，我拢袂记这。OK。多谢朋友高用。咱现在来看耶稣的心思意念。今仔咱读的经节是注重伫这个心思意念，耶稣心肝安怎想，安怎表现伫外口。心思是人内在的意念，你安怎想？样式是人意念伫外口的表现。耶稣基督的心思是虚己顺服，伊是顺服。这是记载伫腓立比书第2章第60到第8节安尼讲：伊本有神的形象。不以家己甲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对虚己，除了奴仆的形象，成做人的样式。结为人的样式，就家己卑微、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伫十字架顶。这三节经文短短的经文，摕着耶稣基督伊的心思意念，就是讲伊的想法。伊每一日所想，就是谦卑的心、为虚己的心、甲顺服的心。第一个就是讲耶稣有谦卑的心，基督耶稣有神的形象，伊也是神。耶稣牺牲家己的形象来甲世间陪伴咱，经过人生一切的苦痛，陪伴咱走出悲惨的岁月。行进永生的国度，伊无强夺，就是袂矜持，袂讲口里无要放，无争强斗胜。耶稣留落来谦卑的模样，互咱。不但耶稣家己谦卑，就是咱属耶稣的门徒也应该谦卑。身为一个军队主耶稣的人。爱拍破家己的身份、家己的想法，然后由上帝来建造。但是耶稣有虚己的心，虚己是倒空家己。耶稣基督是神，有神的形象，但却为了阮，甘愿以囝儿的身份做奴仆，成了大众的样。平平无奇，却是甘愿任由上帝来赐派。主耶稣安尼讲：恁中间谁为大，就谁就是做恁的用人。凡自权的，必降为卑；自卑的，必升为权。求上帝随时互咱有一个仆人的心去服侍人，就好像主服侍众人一样。
所以耶稣伫马太福音20章28节安尼讲：亲像人子来，毋是要受人服侍，毋是要受人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第三是耶稣有顺服的心，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，被大祭司带领的前的一暗中，伫科西玛尼园祈祷。当伊面对死亡的时阵，伊的内心是何等的挣扎，何等的痛苦。但是耶稣知影，要成就上帝的旨意，就是互人钉伫十字架顶。伊安尼话：我的爸啊，若是会当行，叫你叫这杯甲我离开我，但是你毋免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主耶稣安尼一连祈祷3遍，伊的心虽然一时会软弱，但最后顺服上帝，被钉伫十字架顶。顺服是基督徒的记号，会记得顺服是基督徒的好。咱爱顺服主，就亲像主顺服上帝一样。无论上帝要咱做什么，咱就爱完全顺服上帝。耶稣搁再讲：我心内柔和谦卑，恁当负我的担，学我的样式。咱头拄仔讲着讲，心思意念是伫你内心，样式是你内心思念的表现。柔和是本质，就是经得起会当风浪拍压、凌辱。无论你安怎去拍伊、动伊、拍伊、压伊，甲伊见笑伊，甲伊诽谤伊、逼迫伊，伊拢会当受得起。无管活力如何，有多少的困难，伊拢会当承受。一个谦卑的人，就是袂记家己的人，凡事袂记家己，不谋私利。不为家己的着想，不伫为自己辩解，不再自以为是、自以为能、自以为义、自以为忠心，极真正甲家己袂记的，这才是谦卑。咱应当活出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的样式，就是咱今仔日的主题伫遐讲，耶稣的心。为心也活出耶稣的模样，咱做一个耶稣的翻版的卡比。但咱头拄仔咧讲迄个微料迄个卡比是真无简单的，所以免烦恼，咱认真做，总是有一日无100%，嘛有98%。咱呢现在要讲最后一段，就是讲安怎做一个忠实的基督徒。一个忠实的基督徒，我看用忠实这2字，我毋捌看过，但是我用真侪时间去想，我袂使讲一句话有相当精湛的所在，controversial 所以用这忠实，就是讲你真正忠心伫基督，你是实在的，毋是假的。咱愿意跟对耶稣做伊的门徒，要安怎做，才会使成一个忠实的门徒呢？什么款的人才会使算是忠实的基督徒呢？是毋是家己讲？伊相信耶稣就是忠实的基督徒呢，或者是常常去教堂做礼拜，就叫做忠实的基督徒呢？或者是基督读圣经就是忠实的基督徒呢？这是无够野，来讲忠实的基督徒的标准。
是无够野，咱做无够野。我甲你讲一个小故事，是关于我本身的小故事。我细汉时阵有一个真好的朋友，伊初中毕业后直接到台中圣教会神学院读神学。初中毕业就去读神学，毕业后伊被封牧为牧师，徛讲台讲道传福音。我足非常的羡慕他吼，我也对伊认捌了耶稣，所以我真早就认捌耶稣，心也有一寡震动，对基督教真有好感。我大学毕业后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读研究所的时阵，认捌了对台湾来伫共学校进修神学的年轻牧师家庭。牧师来美一切费用全由教会来负担。讲好学业完成以后，要回去台湾服务。这位牧师按时顺利完成毕业，可惜的是，伊唔肯回去台湾服务，要留伫美国。无意中，我也受到真大的冲击。我认为伊伤过自私，无受欲。我开始对基督教无好感。结果是我出院了将近40年才受洗。一个忠实的基督徒唔通互人骂倒，所以咱爱注意咱的言行、咱讲的话、咱所做的代志。拢会影响到别人。咱来讨论一个忠实的基督徒应该有5大素质，character 5大素质。第一个是爱相信耶稣基督，毋是讲相信一半，你要完全信任耶稣基督，完全相信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。是道成肉身，成做人是基督，伊并被钉在十字架顶，流伊的宝血，死而埋葬。第3日由死人中复活，为世人赎罪。约翰福音3章16节安尼讲：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赐予因，叫一切信伊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第二，一个忠实的基督徒爱以耶稣的心为心，活出耶稣的样式。腓立比书第2章第5节安尼讲：恁当以基督谦卑顺服的心，活出以柔和谦卑的样式。耶稣基督是每一位信主的人最悬的模样，有谦卑的灵、顺服的心。伊甘愿对最悬的地位感觉最低，但是最后父神将伊升为最悬。伊柔和谦卑是伊外在表现的样式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如果真是上帝的子儿，愿咱拢会当有一个基督谦卑顺服的心，活出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样式，伫群体生活中成做一个人有当互人和睦的人。第3，一个忠实的基督徒爱遵守主的教导。耶稣教导核心是神的国临近的好消息。耶稣是伊被车来是为了传天国的来临。耶稣教导咱讲，伊应验了弥赛亚的预言，伊是基督，伊是基督，救因临到迄个相信基督的人身上。审判临到遐无相信、无悔改人的，每一个人都需要基督的救恩。耶稣鼓励伊的军队者，以同款的方式来宽容别人。耶稣教导咱爱以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上帝，关爱咱的厝边，可以恁来彼此接纳，亲像基督接纳
恁相款，互应该要归互上帝。耶稣教导安尼讲，基督徒毋是伫言语上信任耶稣为主，更重要是伫生活中会当遵循耶稣基督的教导。咱常常注重信心，却忽略信心的另外一面就是行为。信心甲行为爱当相对称。也对耶稣对信伊的犹太人安尼讲：，恁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真是我的门徒。主耶稣伫登山宝训安尼教示咱，伊讲：，凡称我是主啊、主啊的人啊，袂当拢进天国。唯独尊重天父旨意的人，才会当进去。第四，一个忠实的基督徒对主内兄弟姊妹应该互相彼此相听。耶稣讲：“我赐予恁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恁彼此相听。我怎样爱恁，恁也爱怎样互相相听。恁若有彼此相听的心，众人就应当看出、认出你是我的门徒。”一个忠实的基督徒，不但爱行主的道，也会当切实彼此相听。这就是主予咱的命令。主耶稣基督也予咱一个新的模样，以听咱，甚至为咱舍命。第五，一个忠实的基督徒爱结出悔改、福音、圣灵三种果子。按福音15章第8节安尼讲：，恁这结果子，我会爸就因此得荣耀。恁也是我的门徒。耶稣讲，伊是真葡萄树，而咱这基督徒是连伫伊身上的基。这葡萄树的基有一个重要的任务，是爱结果子。有葡萄树有基，咱袂使干那做基，咱得结果子。咱来结出3项果子，第一项是悔改。咱行事为人，都爱悔改归正，离弃罪恶。恁爱结出果子来，甲悔改心性爱相称。结出福音的果子，约翰福音28章18节到20节。安尼讲，耶稣进前来对因讲：天顶的、地下的所有权柄，拢赐予我了。所以恁爱去，互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主圣灵的名，互因施洗。凡我所吩咐恁的，拢教训因遵守。我就常常甲恁同在，直到世代末了。福音的果子就是讲，咱爱传福音，互别人，互人归主。最后是叫做结出圣灵的果子。圣灵的果子就是伫咱的生命中流出圣灵生命出来，互人当看到你的行为，看到上帝伫你身上的工作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甲节制。一个忠实的基督徒一定会伫悔改、福音甲圣灵这3方面结最的果子。咱安尼，咱现在来做最后的一个结论。这结论就是讲，要做一个忠实的基督徒，爱有5大素质。咱拄仔一项讲过，搁再咱小可来留一下吼，就是讲第一是讲咱爱完全相信耶稣基督，完全相信，无怀疑，伊是基督，伊是上帝的囝，伊是为咱钉伫十字架替咱赎罪。第二就是讲，咱爱遵守
要以耶稣的心为心，咱在学伊的模样，画出伊的模样，咱爱做耶稣基督的副本范本。你若无，咱就要亲像伊，咱若无亲像伊，你要亲像你家己，你就毋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第三就是讲，咱爱遵守耶稣的教示。耶稣的教示真济，是四福音内底有够侪啦，咱也记袂牢一遍搁一遍，可能爱留几百遍的可能。所以咱就要知影伊的教示，咱也无讲一直去安尼摕，还是咱知影讲伊所讲的，咱就要遵守。搁较重要就是讲，厝内兄弟姊妹爱有相听迄个心，甲迄个表现，毋是讲呀，阮拢有相听，阮拢有合一，骨子里头根本无迄个意向。这点我感觉上重要，就咱爱好好来思考，因为咱常常忽略掉，用家己的想法，用家己的目标去做，会得失着人。咱爱宽恕兄弟姊妹是一项，不但是兄弟姊妹，而且是外围的人，咱嘛爱相款的方法。最后是讲爱结出果子，因为结出果子是讲你要有迄个表现出来，悔改，咱来当传福音，有圣灵的果子。咱爱有表现，毋是干那逐日干那读无出，有入无出，咱是深坑底袂离的，底袂了，所以咱爱小心。所以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爱检讨，什么所在咱做无够，什么所在咱做无够，就爱努力追求来改进，才会当成做一个忠实的基督徒。安尼，请各位额头做下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今早互阮学着做一个忠实基督徒的原则。阮绝对相信耶稣是神的独生子，是基督，是世间罪人的救赎主。阮要以耶稣顺服的心为心，活出耶稣谦卑柔和的样式，是耶稣的范本。恳求上帝时时刻刻提醒督促阮，无知时教示阮，不足时充满阮，失错时阵改正阮，失丧的时阵激励阮，互阮会当成做一个完美忠实的基督徒。感谢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有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力量，我会当尊看你旨，我终于为故藏你我来里，最后就会更将最后那就泪点。有你坚固我信心，使我归来。